观众朋友，今日过好冇？我阿明哥刘浩明翻收看福起来。观众朋友，冇打足球冇？唔过好足球冇？嗰種唔過好足球嘅話，今日一些節目，一聽到可能因為我哋有請到來賓，係我哋平常時資深國中嘅教練陳振輝教練來到嚟現場。伊唔單止同人講足球也運動，同時也同佢分享伊係做教練地步一個精彩嘅故事哦。我哋馬上歡迎我哋今日來賓振輝來到現場。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來自竹田嘅陳振輝。正好想問一下吼，頭先我一開始我哋講足球也係運動，足球也運動，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下講，一足球足球也運動也係來源係嘛個，係有也係嘅基本嘅方法係樣。伊來自英國，以前係網球，從網球然後延伸出足球，就是桌上網球嘛，所以足球。足球以前來講，伊係21分，那以前嘅球係有黃色，準白色。以前從一開始時，伊個球係38mm 嘅球嘅，一直都增加變成40mm。所以講，因為也係國際，就是因為一直技術一直在改變嘛，所以說伊個球誒嘛係從細粒變到大粒，伊個旋轉，包括伊個速度，嘛從較急變到較慢，嘛變得較冇咁強。所以導致講變成講增加包含講，因為球的變化嘛，所以說增加球拍啊，從伊個球皮的一些設備上面嘛，因為一種球的冇用問題，所以說有一些改變。頭先講原來足球以前係其實係對網球嘅改良過來啦，或者係作個方嘅網球嘛吼。但是而家嘅嗰種編輯嘅計算的方式同網球共用下？其實差唔多。對。因為我哋網球地講其實有鬆大彈大之間嘛，係同足球差唔多。對。我冇想到球嘅對38變到40 mm，咪都例如3.8公分到4.2公分嘛。變態對球嘅影響係乜嘢？旋轉，就速度。如果轉得咁慢係咪？較慢，因為球變較重啊。變較重。嗰時而家嘅材料其實球但是變態啲也係有個重，嗰時轉得就咁慢。係咪講因為實在近幾年嘅技術實在越來越好，嗰時以前嘅嗰種細球打他嘅人都看唔到、接唔到啊，那樣嘢，還是講總係要改變下東西咯。因為應該講增加以前嘅球誒嘛，基本上都係以旋轉、就速度為主。增加因為講因為太多對片可能還有中華國際啊桌球的技術，整個在世界上已經越來越多變化所以說就是要應付這些技術，所以把這些球的一些就是旋轉啊，還有它大小，把以面的技術而改變了。如因為就是你的技術越來越好，真的我真的是，我哋以前看以前佢做以前的足球片的啦可能見下打我哋班看得到球嘅見嗰陣時有時看唔到球，然後看一陣飛來飛去，只係我哋喺看嘅打球嘅人嘅動作，上過個球嘅球嚟睇見啦，只係有時看唔到球嘅等等。真正我都上過以前嘅法國人，真正我都唔點樣講。我想問一下，就是因為我實在唔多會打足球，因為我會打網球，但是我唔會打足球，因為唔啲神經冇還是點嘛。反正我想問一下，以打過來嘅時間，係咪直覺的反射動作去切軌呢？正常的按呢。假如講你做啲嫻熟的話，真的就會有反射動作。係啦唔係講打過來時，因為你知道網球殺過來時，個時間其實蠻透得出太個那種的。可是我永遠都想到過，以前的過來時就啪，我想講，我根本冇辦法去判斷以下嘅。嗰時等於講訓練直覺，訓練嗰種動作去反殺，我哋講反殺動作。天等足球嘅訓練地步係咪變得佢重要？好重要。嗰時都變成講，我看到講，如伊啲動作勁大，聲音嚟看到佢動作勁大，打佢多把。其實如訓練也係神經嘅嗰種反殺變成伊啲習慣咧。但是我哋到第二球有我哋講有炫冇炫咯。就變成講人哋訓練時其實。就變講，因為人的球拍嘛，伊個球拍就變講人的打球的迷的地方，你都提講伊出來球的旋轉，大概係蠻。對，以打球的，以擊球的那個點，安尼係咪？可是我哋想講，第下去，我哋看以前，如已經來唔起未啊？
可是我都想講，我真係唔到位打足球嘅原因，我發現個時間太短咧。好，係，可是問題係，我一發現個幾多位我能講太年才要打過喎，可是變成我想問一下，足球呢件事情係咪對萬歲開始練咯，還是講中間一練嘛可以咯？應該從細開始練。應該從細開始練。你這個係咪從細開始練嘅？係啊，從細。咁你幾時我開始練足球？也是。其實如較高嘛，一些國小較高，如好澤伯啊，其實咱較高主任嘛，如從澤伯咧，一路選數，然後去學足球安尼。因為足球需要爆發力，準敏捷度。安尼唔錯啊！足球你咧做安尼做來做去，你即個去打乒乓球咪個做過樣？嘛，因為是如可能講老師請嘛，安尼去，然後可能球的啦。因為也是其實對迄種球的嘛，按細粒其實我對迄種球我有時冇樣感覺。係啊，我其實打乒乓球有時就我安尼打唔到球，冇得講其實佢對你小學3年生人來講，其實個按你講球盤你個重一些啦。對。咁其實你去打學足球的時間，你馬上都可以打下。冇，一開始養球的，然後慢養嘅差唔多2-3年吧。咁冇從前人講，大概養球人是社會啲養球人入面。其實一開始我安尼啊，一開始我安尼，所以講變成講學長在練個球誒，安尼都拿人個球盤，然後自家在安尼對一些牆壁安尼打。對，冇法基本上平常我嘛都聽養球誒。第一講其實打拿球盤誒啦，吼球盤誒有幾多種無共樣嘅拿法。你係咪同你示範講，其實差不多標準有幾種拿法？因為其實我幾種會打足球嘅人講。球盤咧都打用拿，伊講隨便用拿，這個用訓練嚟講，咱拿木鏟嚟打嘛可以，咱嚟，因為我哋以前係嚟用嚟做夾盾的嘛。可是有時我發現其實有啲東西騙唔到了，可是有時我看到有啲英雄拿刀嘛用嚟漂來漂去。如果講這個順數如何誒？係啊你哈？唔錯好彩我冇聽嘅嘢。咁用當中咯。因為像俺的球盤咧，從以前就只有2種。伊咧也用人講嘅俗稱嘅刀板，還有另一種嘅如係按嚟拿嘅，也就是直板。因為這近年因為技術上面的改變嘛，所以講嘛出現一種球盤咧，很多中國式直拍。如像俺的球盤安咧，只是講伊板子偏較短，伊嘅拿法準伊日式的直拍拿法一樣，只是講日式直拍伊只有單面可以打。以前中式的直拍都變成講2面伊都可以打，俺的基本上在世界上較多選手都打安尼，因為如俺講的刀拍的意思講伊如2面都可以打，以前基本上它只有一個顏色，如5色如2面，因為之後要區分就是球皮有不一樣的特性，真個要從球盤基本上俺講刀拍。伊個握法基本上有像拿菜刀安尼，如俺的食指、大拇指虎口，然後順勢的夾着球拍，就像拿菜刀安尼，如安尼。可是你正面的時候都5色正面打，也冇一天，也看個人的喜好。可是你反面的時候都安尼打到錯，都安尼表無影樣安尼表過去。但是問題係，要完全用來學拿球盤，還不能用拿。重點嘛，高一發其實應該講，俺能拿安尼球盤，高一發只是講該微調的一些動作，例如講可能該較上面，或者較下面，因為像有的人伊個針數較好，但伊個拿法有可能會拿較沉，有的人翻數較好，那伊可能會拿較淺，冇用。但是你講打到一個階段時，你再改直拍，基本上會有落差。會有落差，因為至少人家要輸的嗰種運動，其實都已經唔係像以前的嗰種打法啦，嗰種唔同。咁像你這個以前，咪記得以前學嘅時間很用嘅拿球盤嘅呀。你可是都亂的啦，都清晨啦。亂的啦。對，嘛喺老師教完人之後，一可是老師教嘛，按嚟教，問題一可是拿人還是會變成按嚟，你都會清晨拿。對，都變成賭馬用的啦。對，都清晨拿。咁從伊哋拿球盤嘅有個動作，對你打球嘅件事情係咪？應該個有個基本功，會重要嘛？會重要。基本功會重要。打乒乓等於如果你這個球盤冇拿好嘅話，你乒乓都打唔好。錯。
咁除了拿球盘的一个姿势以外，你咪讲要打好乒乓一件事情吧，有哪个事情会重要嘅？协调，还有敏捷。敏捷一件事情哦，见仁见智啦。因为有时人哋睇緊嘢，嗰雙人嘢冇冇大嘅，咁用嚟訓練也有敏捷咯。應該講從開始7年嚟吧，吼，俺的民間都會做一些體能嘛。對，因為其實還有協調啊，其實講那種協調，那種就是迷戀你天生的某一樣啦。對，所以說其實俺哋當俺哋帶選手的時候，俺哋會一些吧，會看一下選手，俺哋可能會做一些體能的測驗。用嘅體能的測驗，例如講協調啊，或者講折返跑啊、速度啊、爆發力啊，一些那些體能，去做一些測驗。然後提供下身形的體能大概講哪樣？佢種下運動嘅話要看身高嘛。身高看冇馬差。因為我哋常常會看到講，嗰度我哋打乒乓嘅選手嗬，以前歐洲嗰邊全部都高。好啊，我哋講東方嘅人，全部都過矮。係，啊你感覺到講嗰種離足嗰種講球作嘅呀，個拳。因為過矮嘛，而哋都嗰個，我哋感覺呢嗰種，唔知係講我哋動用人嘅技術貼好，還是講人嘅手腳貼長啊？你比方講嚟嗰種個缺氧啊，如果嗰種身高上面係冇問題嘅咩？對，應該咁嚟講啊，應該講因為歐洲那邊吼，因為選手其實從我哋東方亞片選手應該講，因為因為身高沒關係，所以講因為打法睇從我哋東方人亞片。其實都冇一樣，伊個打法冇咁樣用嘅意思。因為係比較較想以力量，力量嚟取勝。俺的東方亞片都會以技巧，然後旋轉，為優勢啊。可是冇想到伊個細乒乓桌嘅地位上面咧，跟人哋足球其實伊看出來冇咁樣嘅力度同冇咁樣嘅技術咯。休息一下，等下我哋埋嗰度講精彩故事咯。翻過來，復起來，所以到節目我哋來賓曾凱教練同人講打乒乓嘅啲技術嘅問題。我想問一下吼，從這個頭講，你這個萬歲3年生嘅時候本身啊，頭去打乒乓啊嘛，一直打到幾久啊？打到高中。打到高中，係。嗰陣幾時間你想愛睇乒乓作為嘅選手係咪？其實到高中嘅時候都冇馬上打球嘅啦。做嘛啦？因為其實高中嘅時候其實應該都補充體育，其實講因為嗰時係經濟系，所以講這個其實如果做選手做完球嘅，其實會有疲乏，嗰時想講太好應該新人應該好教一下，冇去做選手嘅。嗰陣幾時間你睇做選手嘅一個過程地方，你這個有嗰種，你這個感覺到影響過什麼一個比賽？有，如果我國中嘅時候，國中嘅時候，佢係點樣嘅比賽咯？佢係全國自由杯，嗰時嘅我國一，因為嗰時嘅比賽個深刻嚟講，嗰時我哋有請一個體育教練，嗰時體育教練對我哋就係不管喺訓練上面，還有我哋私底下，對，如對我啦，都個照顧，對，不管都當做朋友安尼。所以講，我哋一時睇能省咗好多個東西，伊能都對我哋打球嘅，不管喺心態上面，還有技術上面，伊都有給我一個很大的一個鼓勵跟幫助。你幾時國中係通報嘅國中？五福國中。喺高雄通五福國中啊！嗰時幾時五福國中嘅足球隊算係有名嘅咩？好。嗰時伊睇搶一個體育嘅欣賞過來教的。你咪講幾時間？你看，你這個小學時開始接觸乒乓嘛？吼，喺度對國中算是一個幾專業嘅一個訓練嘅。幾時間你哋訓練咧？訓練咧項目差唔多樣嘅，同我哋觀眾朋友講一下好唔好？項目嘛，我哋差唔多，我哋足球有分單球、準多球嘛。所以基本上我哋以前練球是差唔多一年差唔多6點鐘。早晨3點鐘，下晝3點鐘。那假如係平日的話，如果下晝2點，2點開始練，練到9點。
你都9点。毋过中途有休息1点钟。人家是主人家是主喏。你变讲，俺们都摕球队啊，那你统一听偏懂安尼。我说等于你2点钟6点钟呢吼，刚呢民意乱的咧，平常会联盟啊，跟民意的练是联盟咯。其实民意练吧，如单球嘛，单球吧基本上都会练，主要都会以基本功为主。那基本功的话，就会讲，其实基本上都是个人的计划啦，因为每个人的特性不一样，俺的教练就如会以每一个人开出来课表不一样，所以去做训练的。跟人家课表是用来讲，用来因为根据每个人的目标的体质开出来，伊是用来看人家的体质开出用来嗰種課表本咯。因为讲俺们足球啊，其实像俺们刚才头有讲嘛，俺们足球有分正数跟反数嘛。那边讲有的人可能伊啊反数鸦片可能较薄弱。那边讲伊一定会以不管伊在比赛嘛，伊一定会以伊的正手拍以为主嘛。所以变讲在训练的时候，教练可能如果以脚步以伊的正手拍为主要训练的一个方向。好，你针对伊这个一张人的特长。去训练伊，爱补强伊个弱嘅嘅部分。咁像咱即个都听你我哋讲，好專業嘅伊啲訓練以後啊，你即個感覺到同即個慢些國小嘅時節，嗰種長度有差幾多冇？差幾多？你因為講，其實譬如我哋每日過固定嘅練習，聽你講對於啲我哋講教練嘅嗰種觀念。其實嘛，係差幾多？差幾多？因為我哋今日我哋現場有2個獎牌，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嘅？2個獎牌係乜嘢獎牌？伊在國中嘅優術嘅。優術嘅塊吼，其實佢乜嘅時得到獎牌？國2。係啲用嘅運動會得到咯。對，國際少年運動會。佢係一定用嘅比賽啊？伊算是有時像中等學校，如果變成有邀請國外嘅。那種世界中等學校運動會，但是問題我哋只係台灣安多生意嘅打乒乓，其實係用我推動去比賽咯。因我也是係代表高雄市，對，高雄市代表隊，對。高雄市代表隊，高雄市嘅代表隊，伊係全部五副國種啊，還是講伊其實嗰度國種投降來嘅？伊個世界都係以高雄市。成績較好較高的，然後排2個選手，等於啲高雄市能2個選手。對。佢其實就表示講，其實伊其實同國中嘅時節，你已經有打出伊啲成績咧。係。其實另外一個獎牌係咪其實係獎牌？差唔多意思，對。其實係全中運嘅。全中運嘅時間打到乜嘅？全中也係團體嘅，第1名。第1名。係。嗰個其實你看代表高雄去比賽，其實係蠻係啲冇簡單嘅一個成績咧。咁後來唔出國中咯，國中係用體育班嘅方法去讀書啊嚇，去做選手。係，其實乜嘅國中，乜嘅國中讀書啊？雄中。係。咁後來到台灣都冇去做選手，是嘛咯？你有會疲乏，其實在做選手之後有些疲乏。有會疲乏。因為從國中到高中嘛6年，基本上都會同一個教練帶嘅。所以講，你生活模式都一樣啊。所以講，到台灣當然會想講，要新人應該好好教一下。所以平常真的做教練、做選手跟佢過開啦嚇，平應該出去聊時間，都唔可以出去聊。冇乜個夜生活啦，等下晝一下課，唔知唔係下課都俾人了解嘅。2點應該都唔係下課，你都就去訓練嘅。第二個訓練到9點，其實你蠻強嘅。冇辦法乜夜衝啦，乜嘅，絕對冇辦法。其實你哋亂嚟講咧嚇，其實人家講選手嘅身份都個按你過平凡。可是到太好時想去解放自己都錯嘅。可是問題咱哋解放嘢，喺我做乜想去做教練咯？你要做過去這個路路啊？係啊，應該講我哋啟蒙教練啦，我哋啟蒙教練一直講我之後都太好無意嘅嘛，伊就願意都來請啊。因為我哋啟蒙教練伊都會希望講喺屏東一片可以做足球，因為我基本上我哋屏東嘅足球都會以教練來講都會較老嘅啦。比如講我哋算學生嘅，算年輕輩，當然伊希望講我哋學生嘅鼓勵做屏東嘅足球，一方面再做較好，
也是伊的心愿呐。啊，变讲所以如果很爱规矩最疼惜安尼。啊，头过都讲，要教练先把琴以后先把你痛打一顿，能弄系一先嘅。咁后来你这顿牙教练的一个想法，你差不多他有你太好毕业，还是目前毕业你做教练呢？目前太好毕业算安尼算当助教，太好毕业之后，那真正就是资政国中去做教练，你开始直接入去资政国中了没？冇啊，睇你不结束。你不结束做教练，咁你这个算嘛系对选手出身啊？你对变成一个教练的时间，你这个以前做选手的嗰种生涯，我印象中做教练。唔，那部分你这个因为有冇？感觉做选手的时间哈，唔会当然唔会讲教练嗰个啰嗦。好高鸟啊！其实对你那迷的要求，当然做选手的人都感觉真的不合理啊。有时候嘛，当然做教练时，其实你可以带好上的时间，你有办法讲去体会讲当初做嘛，俺的教练按你。可是你那讲嘛，你这个在想，因为你这个因为韩国的嘛，可是你因为讲以前教练讲的系错的吼，但是你人家好上的嘛，因为人家要求不合理啊，跟人用你讲啊。当然啦，就变成讲这个过程嘛，俺都会变成讲，当然俺都会分享俺自己以前的故事，本身也谈嘛，当然也蛮一段时间啦，当然讲，俺都本身也的目标，其实做选手的生意哈，其实个都会谋目标，谋目标是会变成讲，俺每一天做的事情都有嘛意义，无嘛意义啊，系啊，俺以前有时不安尼啊，我可能比较少一些，都会有安尼心态。对，就是有一个空窗期啦，所以我讲都本来是一个目标，用的目标啊，比如讲，当然嘛，俺看，当然俺嘛看伊的程度啦，当然有时候俺会分的对内目标跟一个对外目标，对内目标当然会讲，每天也长途某用嘛，如果鼓励生意，可能你要摆俺的排名赛，那你可能要打到体那片，比如讲俺的训练俺都分 A、B、C 嘛。比如讲，你今天选手可能在 C 组，那好，你来本你的目标，好，你几个月你用我把到 B 组或 A 组安尼。对当然嘛 ，A 组因为 A 组的有的学生如果讲我爱睇 A 组更厉害，当然啦，你 A 组和米的话，当然你会掉下来 B 组嘛，以此类推入安尼，用安尼方式。对，如果你这个表演的每的学生的这个有一个这个的目标，好，安尼训练的时候至少都提供。以海拔进步的空间都挺难，不是至少以比赛时，唔好讲啊，嗰種基本嘅教練喺我哋比賽，或者我哋上演發啊，輸都算你贏嘛，贏都穿到啦，輸都算你啦。嗰種你同我講嘅空窗期路啊，你即個唔係做乜嘅訓練作嘅種打乒乓係起碼嘅人嘢，咁你喺度用嘅去要就去，我哋講嘅資深嗰種嘢咯。因為也是我哋乒乓。都推3級5區，因為我哋以前睇乒乓嚟講，我哋決勝其實嗰度唔會差選手。唔過睇乒乓練啊，因為也是冇國中，就變成講國小練後嘅選手基本上都去外縣市發展嘅。對所以講一時都會推3級5區，所以講我哋乒乓都推嘅資政國中，有專任教練嘅缺。一時其實當然變成講，我一時冇想嘛，即係帶學生嘅。聯合社基本上都會出去嘛，我想講，有安尼機會，無應該去國中，就變成講，你本身伊呢，都有一個銜接的地方，然後又可以留到喺俺的這個縣市安尼。至少你想要做把俺的屏東人的乒乓帶上來的想法就開始有行業的第一步啦，對，又往前一步安尼。但是對於的選手變成一個教練，讀到一個國中的時間，其實國中的時間過到我家中，唔希望生意打乒乓，讀到那信息一樣咯。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埋嗰度個精彩故事哦。
反过来复起来，上咱节目我哋整块教练团来讲，帮我哋限速，伊啲细目标，安尼有进步的空间。我想敲摸一下吼，像头都有讲我哋咧小学嘅时候，然后可以帮伊啲限速，伊啲训练咧，伊啲目标，比如提高样去进步。但是其他都有啲贵重。其实虽然讲我哋咧练考变成我哋嗰多样的练考方法，但是都贵重嘅时间。小學我哋有時雖然講有些家長我講本身已經教唔怕啦，但是讀貴重嘅時間，幾多嘅家長還是因為講學業嘅重要。按做一啲乒乓嘅教練，唔樣去屯嘅家長面對人嘅家長，一定會有家長唔贊成也要細人嚟去打乒乓吧。想要種嘅話，我哋都同家長講，其實有啲學生嘅吼，伊功課唔會差，不過伊有親好打球嘅。也是咁樣，我都同家長講嘛，你邊講可能不易分配時間。有的學生都功課都唔好，伊個球又唔要打親好，這種又怎麼辦？就變成講我哋都至少講一週年嘛，變成我哋都鼓勵成年，至少講個品性方面啊的。個其實像我個球隊都變成講，有的學生嘅入來，我哋會學習伊個團隊生活。所以講有的生意，伊個人講有時伊輸通唔好，不過伊球又打唔好，至少咱都可以搞一個團隊生活，或者講至少講伊還要出社會，至少講伊喺最近相處啊上面較冇乜問題啊呢。對，所以講變成講俺人如果有分好幾個階段啦。等於講，而家教練唔單止係教乒乓，其實係教做人做事嘅呢吼。因為像頭先講，伊啲各種嘅聲音咧，各種嘅球隊都困難到，各位突出球嘛打幾好嘅吼。其實都唔是鐵金裝啦吼，都其實都同家長講好講啊，我好好培養伊都好嘅。嗰種所唔會睇到啲球打幾好，但係至少伊已經展現到伊某一部分嘅嗰種專長啊嘛，可能真是有啲聲音呢，真是對讀書呢件事情是冇乜個辦法啦。唔係講伊冇努力，自己真係冇辦法。但是打球至少打幾好啊。但是還是有啲聲音，水又通唔好，球又通唔好。就像教練講啊，都教伊做人。嗰個其實冇唔錯，其實對於而家各種嘅聲音來講嘅話，伊至少推下學到地步。伊來參加一個乒乓隊嘅話，伊至少可以學到啲我哋嘅團隊嘅精神。聽講對我哋佢哋各種嘅聲音來講嘅話，其實最好停稱嘅時間。有一啲改好嘅稱啦，吼，一種稱當我唔係講聽外面聽佢做壞事嗰種稱，一稱至少可以係一啲改正向改正面嘅稱，後也係伊啲球隊嘅話，嘛會影響到伊後輩嘅想法。你這個因為講也係咪以前這個係對選手出身一件事情，以前的經驗影響到你喺安尼見下帶也會安尼講乒乓球隊啊。錯，因為呢教練以前嘛安尼對帶人啦。做乜團隊精神最重要咯？因為要有向心力啊，因為變講而且足球也比賽本身都係如果團隊嘅比賽啊，因為有團體嘛，變講大家。唔喺訓練上面啦，因為訓練變講係互相嘅，變講只要講大家冇一啲默契，因為先人練對嘛，我就冇，我又冇人練，我就冇又冇練。安尼有冇咯？當然冇啊。做乜冇咯？我都唔想同練啊。安尼冇，因為變講唔喺在訓練上品質會變差，變成個唔專門等。第一也要弱點，第一也強點，叫伊練一亂的。對，有的迄邊講啊，伊可能球差唔多，球我練得到嘛，咁講，我可能就唔好，唔好，同埋可能私底下嘛唔好，變講喺訓練上面，可能喺練的時候，一天伊個效果就品質都較冇，按呢情況下都會影響到整個團隊喺訓練上面的氛圍。佢種之後，有時候我哋球隊裏邊有啲人問嘅，我又唔單止輸錯改好，球打改好，你嗰種黃樣嘅，從面對安尼聲音能用嘅，佢表現容易睇下你哋團體嘅成法點樣咯。你講主要講球打個好，他輸錯。係，然後如果種黃樣嘅，出有安尼聲音嚟冇？有。按能用嘅去解決呢？像種聲音吼，他伊個講伊個自尊心較強，以為當然以為較自大嘛。變講伊提啲方案，基本上俺都會不會。變講，俺會當然俺喺訓練上面啦，俺會對伊個方面可能會比較
可能会比较有点强势一点，嗯，可能会用不一样的态度在要求，因为毕竟讲伊本身都比你较好诶，等于讲安尼训练上面当然对伊的要求一定会较严格，比如讲莫不讲伊在球队底部伊较厉害，伊各项马都可能是做，比如讲包括说收体奶啊、多体什么安尼，有种事情安尼都会尽量都会不以去做安尼。就变成讲，唔可以特别去突出也要一种重要性。伊如果喺团队里边，你就喺做团队里边，他跟人强做嘅事情就做唔到。咁像你这个伊啲乒乓嘅球队，一样嘅嘢长途能可以感应咯，睇你好搞点袂？应该体育班都有考试嘛，基本上俺们都有考体能啊，还有一些专项的技术嘛，当然俺们嘛会看啊，关于生意来讲。伊个后面的发展线，当然了嘛，会可能看伊个成绩啊，然后看伊对伊打球的也志愿，就是伊个意愿高唔高安尼。我讲有的生意其实伊高中伊唔会打呗，伊来，变讲伊训练伊都睇根本都没有配合，冇配合反而变讲影响到球队，所以俺会较注重这一块。可是等于讲带伊的球队，唔单止系带伊个技术，其实也带生意的心咧吼。冇错，因为其实我哋而家讲啊，弟讲啊，你嗰度嘅體驗上嘛，要睇連足球上我哋呢部嘅國際市場底下，平常都嗰種嘢打乒乓嘛嚇。我想我搶睇我哋節目最尾嘅時間啊，搶同他個人講一講，譬如我哋今日開始打乒乓嘅時間，有乜嘅人講暖身動作，他個人要做嘅啊？有，因為譬如足球啊，其實基本上從頭到腳，每一個踢法其實都會運用得到，所以俺睇球隊睇練習嘅時候，基本上俺哋一天全部一天帶操嘛，基本上俺都會從上面從頭，然後做到腳，每一個地方嘅關節啊、肌肉啊，該放鬆嘅、該拉筋嘅都會做到安尼。嗰個其實暖身運動睇唔等做一啲，能講線數嚟講法，其實嘛係幾重要嘅。重要。嗰度等於講，唔單止要教伊的運動嘅精神嘛，要教伊的運動嘅最基本嘅一個知識。好。咁像人家做教練做到人家來講嘅話，你這個對未來呢有乜嘅打算冇？你譬如講人家要運動，或者你乒乓隊，你這個比賽成績咯，你感覺到？真講啊，目前來講，因為我們智正國中其實成立冇講個久，真講我喺乒乓遐基本上都踢啦，譬如講人家下一個目標都會全嘅。如全中運嘛，全中運如果比如講國中體態的比賽，或者講下一個目標如果講可以準一批聲音咧，帶去全國進軍全國啊。佢創業嘅目標，你即講呢嚟講，更加聲音咧，唔差唔多喺度假嗰度訓練下，還是講伊其實更加嘅能力已經嗰種保持下，依一方其實係差唔多嘅。其實有機會。有機會，咁這麼有機會嘅件事情講喺身上咯。教練有信心冇？有啊，有信心，這麼會有信心咯。因為其實話生意嚟啊，生意係相愛，教練都會有信心嘛。當然講，因為你訓練話咧，有時訓練唔怎麼會發起，可能生意愛練唔練唔會發起，可能生意更認真練時，你當然你的企圖心嘛，你的信心會較好。你看到的生意咧，有上到萬歲這個冇？有，其實冇辦法看嘛。還是冇啊！剛剛講真正生意吼，當然做人的以前嘛差不多啦，係啦，抗壓嗰度真的差不多，係啊。其實伊啲運動嘅發展好無簡單，咁好彩有像真快安尼啲生意咧，一般細路聽啊，等嚟屏東，最尾一太時間，還是希望把以前嘅經驗留喺啲屏東，希望把屏東嘅乒乓帶出一啲無同樣嘅天地。今日嘅感謝真快來到嚟現場同我哋分享安多乒乓嘅故事。多謝主持人，多謝大家。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咪有運動嘅有站哦。歡迎收看運動加油站，我係運動點心阿娟妹，我歡喜又來同大家見面咧。今日我同大家紹介嘅運動係足球，大家知冇？足球係對網球發展過來嘅，因為係喺19世紀末嘅英國開始咧，因為受到場地同天時嘅限制，因為同網球運動辦到唔到，韓國用示範嘅作業來做比賽嘅場地。慢慢地就發展出足球也係運動嘅，不過到底足球也係運動嘅比賽規則係乜嘅呢？今日我就會帶領大家向下來認識，一下就聽聽我去。
足球同羽毛球相用，係球拍運動嘅一種。雙方球員手拿定球拍，加定加有球名嘅球組互相對打，做地本做單打也係雙打。兩方互相打球，一次都有一方冇辦法罰球，另外一方就得分呢。罰球開始嘅時節，球員應該會清楚標題罰球員點清嘅情況，行過數把鐘會打開來，再來同球員接上去。最冇會連冇拿球拍嘅數16公分以上，行過總唔得本球員檢定。嘅球員喺攻下打出去以前，總唔得碰到任何嘅東西。但係球員喺接上去最高點攻下來，罰球員應該會打球。本球員先碰到自家嘅腿體，讓自家碰到對方嘅腿體。再來雙方球員就連定來打球，安尼一次做下去。一次都有一方冇辦法同球打到另外一方嘅球台上，也係時間就會判另外一方得到一分。但係球喺罰球過程當中碰到球名，安尼就會重新來罰球。足球比賽加上都係5球3贏，也係7球4贏嘅形式來進行。雙方喺比賽嘅時間，可能人先得到11分，安尼就算贏嘅。如果係講同時得到10分嘅話，安尼就會遇到丟失規則。沙定就看萬人先拿到2分，安尼就算贏嘅。一般來講，足球比賽嘅招式分做先轉球、操球、行過來球。先轉球加上都係罰球，但係睇球嘅冇球用手菜接觸到，就會有冇球用嘅先轉球。操球係飛打球嘅方式，每本球嘅產生冇球用定嘅方向。大部分係下線，冇就係變順角度，算係防守型。來球大部分都係長球，來球未係攻擊。只要來球向當方嘅力量冇強用，就會有強弱嘅差別。其中有分做正數來同反數來。看睇今年嘅運動加油站4單元，大家對足球係唔係有涵蓋認識呢？其實足球對身體嘅協調，包含埋走嘅腳步、打嘅方式，還有反應也都有幾高嘅要求。不過其實打足球未係咧幾好嘅休閒活動，對人哋嘅身體未會變到限卡空間。對體能細緻來講，未係咧幾適合嘅一種運動哦。觀眾朋友係講有機會未做地試看下足球也係運動哦。運動加油站，我哋下一拜再來聊咯，拜拜。各位觀眾大家好，好運動又來嘅，謝諾夫先生同大家共下來運動哦。今日帶來運動係一個過年嘅運動，一過年聽人哋一般人嘅不卡仲哪一度哦，唔是太長都差唔多，同人哋要差唔多按個都是得嚟哦，唔是太長哦，強強嘅。但係我哋用一個安全又簡單嘅過年來共下運動哦。記得一擺我哋嘛係用準備我哋等你哦，一等你主要一半天哦，先到要輪你走來走去也是唔得。另外高度60公分嘅高度都是得咧。最主要幫我哋坐定，每半天唔會走來走去。今晚我哋都開始來運動哦，第一個動作我哋都係來訓練目睭同我哋手，一個兩邊要運用哦。過年變落來，目睭要看好來，沙定來，放上來，先特別得啦天來行，我哋都是得嚟哦。我哋來做看視你哦，做一下成功。2成功，3成功，4成功，5成功，6成功，7成功，8成功
9，再来一摆哦，10，開。安尼，俺哋木主肯定俺哋樹古年冇必跌落來，也咧如俺哋平常訓練俺哋老人家木主同樹嘅訓練嘅運動，幫到一係誒樹個智能，要做點東西，唔好安尼幫到哦，安尼親好運動，俺哋再做一擺哦，1、2、3、4、5、6、7、8、9、10。哦，迄種地係嘛唔強，嘛未要緊哦。哦，也望安尼一樣練習用木主同古年兩片 app， 哦，木主要看下來，咱唔要地係訓練俺哋老人家，同時係訓練俺哋木主同樹，本老人家幫到一係，而要反應要清好來，好，俺哋練習咯，馬上做試下，1、2、3、4、5、6、7、8、9、10。迄種俺哋睇不卡，用日咧古年，伊嘅輕強唔會輕重哦，打到嘛唔會痛，第二天嚟講嘛唔怕哦，也係練習。好，我哋向下來做，心情要變輕鬆來。好，再做一擺哦。1、2、3、4、5、6、7、8、9、10。哦，做到安尼，大家買冇？再來我哋樹來做太嘅運動，攞啲打開來，用轉呢轉過來，搖過慢搖，轉去太近咯。我哋來轉試下2下、3下。4下、5下、6下、7下、8下、9下、10下。哦，另外一片我哋來轉10下來，1下、2下、3下、4下、5下、6下、7下、8下、9下、10下。我哋轉嚟20片，左數10片，右數10片哈。也咧係幫我哋主嘅力量，還有木主肯定嘅力量，安尼老人家，哦，咁唔會幫到，好，我哋再嚟擺款式呢哈，揚上來，1下、2下、3下、4下、
5 6 5 7 5 8 5 9 5 10 5转另外一边哦1 5 2 5 3 5 4 5 5 5 6 5 7 5 8 5 9 5 10 5也咧是咧训练安尼手的力量，木主的同手的训练安尼也慢来，伫送出去数日来，送出去数日来，也嘛系个好嘅训练，木卡安尼有老人家总是来器官训练哦。来，1 2 3 4 5 6 7 8 9 10最尾是哈1 2 3 4 5 6 7 8 9 10做到也慢，安尼数同滚呢，慢慢呢，越嚟越唔要得起咯。作為安尼嚟訓練，安尼數也嚟轉嘅蔬菜，同數運動空來，安尼數肯定安尼滾呢，冇做肯定滾呢，轉延期呢，腳冇，唔是個腳哦。做數轉嚟記下來，按要數轉記下來，轉延期呢轉記前，訓練安尼木做，同安尼數嘅運動，真好嘅訓練，安尼嘅訓練老人家梗唔會幫到哦，嘛唔會老花人腳，必轉期呢木做一看下來。數是運動多，安尼本數簡單的東西也嚟滾呢，木卡仲有，唔是拿太長的，差唔多60公分上下，就是得咧，強強的。主要訓練安尼木做同數的動作，記得也嚟滾呢，挺簡單。上面、下面、左邊、右邊，安尼基本日教嘅真簡單，安尼用日嚟滾呢，腰骨挺痛，生安尼轉延拳，兩邊嘅轉延拳，仲非常嘅簡單，基本日安尼學嘅日嚟滾呢嘅運動，大家學唔會冇？好運動。先攞副先生，安尼下禮拜見面咯。